話說我而家企喺辦公室門口，但係唔記得咗帶證件，拍唔到卡入去。趁呢個空檔，我哋用眼前呢一棟門作為例子，演示一下點樣喺生活入邊運用玄學嘅基礎知識。從干支角度嚟睇，呢一棟門係可以用己卯嚟表示。己五行屬土，土本身有阻隔嘅意思，其中一個功用就係嚟擋水嘅。卯木就係代表大門，所以己卯納音城牆土。城牆係攞嚟保護城池嘅，正正呼應翻呢一棟門係攞嚟保護辦公室嘅功能。從八卦上嚟講，呢一個係一個 co-working space。co-working space 係公共嘅空間，所以佢係乾卦，因為乾代表公門，引申為公共嘅意思。喺八卦入邊，艮卦就直接係代表門，代表阻隔，代表保護。而家呢一棟門係喺辦公室嘅外面，所以門為上格，辦公室係下卦，相艮下乾就組成山天大畜。